喺粉嶺皇后山商場一個300幾尺嘅地鋪經營韓式餐廳嘅 Cherry 係房委會共築創業家計劃首批入圍申請者，至今餐廳已經開業2年，喺區內有一批熟客。佢話計劃提供嘅7個月免租期同埋電費資助，為創業提供咗好大支援。其實一開鋪嘅時候，我哋最大嘅問題面對嘅困難其實都係租金，因為你唔知道你開鋪嘅時候會唔會有客人去幫襯，亦都唔知道依間鋪頭可唔可以營運到落去，俾唔俾到租金。咁所以其實佢俾咗7個月嘅免租我哋咧，其實係俾咗好大嘅支援我哋嘅，即係起碼俾我哋唔使擔心開咗鋪頭之後會擔心冇客都要照交租呢一個問題。房委會舊年將計劃升級，揾埋商業機構合作，加入咗更多私營商場嘅鋪位。經營手工店嘅卷紙藝術家 Amy 參與計劃之後，獲配對到大角咀一個大型商場嘅快閃店鋪位，俾佢銷售特色產品，又可以同客人交流創作心得。佢寄語想創業嘅年輕人唔好輕易放棄。佢要好有條理啦，佢要唔怕辛苦，亦都唔會咁易放棄咯。你其實每一日真係返緊工，因為即使你就算冇返工嘅嗰一日，其實你可能即係對於我嚟講啦，我都可能仲喺度構思緊，我第二日返嚟嘅時候，究竟要做啲咩新嘅作品啊？你一定要好鍾意做緊你做嘅嘢，咁你先至可以即係越做越好咯。先導計劃反應良好，房委會上個月宣布將計劃恆常化，並新增多3個鋪位或者快閃店名額。我哋係攞咗一啲嘅商場裏邊嘅一啲空置嘅鋪位出嚟啦，俾年輕人咧去實踐佢哋嘅創業計劃啦。其實咧呢個係一個雙贏嘅計劃嚟嘅喎，唔係話我哋攞咗個鋪位出嚟，我就損失咗租金收入，而係咧年輕人咧佢哋嘅新嘅創業意念咧，同埋佢哋嘅產品咧，係為我哋嘅商場咧帶嚟咗新嘅活力同埋新嘅面貌。咁亦都會多咗人流啦。咁多咗人流咧，我哋嘅商場咧嘅生意會好咗。咁我哋嘅租金收入方面咧，反而咧係會有所得益嘅。佢表示，新一期計劃正接受申請，有興趣參加嘅年輕人可以喺9月30號前向房委會遞交創業計劃書。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魏子瑩報導。